台中市有一间营养午餐的业者洪检举讲，因使用的鸡肉毋是国产的鸡肉，也毋过需向政府来申请国产食材的奖励金。教育局是表示讲，会甲业者来解约，甲奖金拢讨回来，以送发办哦。也毋过业者强调讲，因是使用国产的鸡肉，只是食材的来源无合农业局的规定。 做营养午餐的业者，透早就咧无闲要出货，准备送餐去各间学校。不过台中太平有一个业者，所互人检举讲，敢若是用无肉品所原的鸡肉，染掺做国产的肉品。市府去到现场稽查，虽然无查到具体证据，不过业者确实无法度提供是狗腿的进货资料，也有国产所原的实在证明。 目前是拿不出那一批有国产证明的那个食材的一个证明，因此我们认为是说，你拿不出证明，那可见就不是国产食材证明，所以我们就依照相关的一个规定来移除。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这个业者供应营养午餐，予台中市内34间国中、国小大约2万外的学生。目前已经将去年国产食材奖励金53万9290块约回来，今年的奖励金嘛取消。那业者是解释讲，是因为禽流感严重，欠鸡肉，原底应该甲电宰场进货，后来换向切鸡肉的厂商来卖鸡肉。 虽然拢是国产的肉品，不过无符合农业局认定的国产溯源流程。那我们都有提供证据说我们是购买国产的鸡肉这样子。那但是农业局就认为说，那一个溯源标章是骨腿，不是你的棒棒腿，那这样是不行。所以我们是部分天数的棒棒腿取消。业者表示，因拢无使用进口的肉品，不过是狗腿无国产溯源食材证明，所以袂阁使用。 那教育局早就伫咧5月11已经去稽查，所等到6月初5消息曝光了后，才发文给学校，也阁将业者依照规则文书来送办，嘛后面代质疑市府要来暗砍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教育局是解释讲，是因为稽查了后要求业者爱提出证明，不过因拢无提出来，才会进行后续的行政程序，并无调工要隐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